永康社交中心因为场馆硬体设施以及各项专业设备不足，加上绿化环境空间优先度无悬，因此摕出2亿2800多万来进行改建。永康社交馆事实上已经从过去落成到使用到现在，已经20年了哈。那所以说有些设施在当初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那用起来才觉得不好用譬如说它的这个背后的舞台的纵深，以及后台的这个空间，以及原先它的一个无障碍空间还有这个整个大楼，它这个经过耐震补强，原先它的防震系数已经不够了那后来经过耐震补强，然后再把这个无障碍设施给落实，给做得更好。改建工程主要提升内部设备品质及表现效果，引进专业剧场的音响灯光，并将舞台加大加深，完善标准舞台深度以及空间。同时也为演出人员提供更专业的工作环境，让观众享受到高水准的演出。除了动态的表演之外，还有静态的展示空间。相信大家进来1楼的时候可以看得到，那很大的空间，事实上可以将来办展览，静态的展览都很适合。我想不管那旁边的图书馆也可以提供市民朋友们一个非常好的图书空间。除了永康总图之外，事实上永康社交馆的图书空间也是非常好的。文化局为着提供观众更加舒适的观赏体验，也将喇叭的座位重新设计。另外，大厅甲门面也建置多元电视空间。12月将正式开幕，到时会有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台南新闻新闻采访报道。